在关心中秋，真侪人团圆航吧。咱国内即马走北的疫情是继续咧压悬，顶礼拜就有14万人去因为走北去医生看。因为最近4礼拜走北嘅群组感染通报就上百件，这嘛是5年来降低的新高。即马疾管署是表示，疫情的高峰期可能会伫中秋过后的2礼拜。另外，长病毒的疫情这部分，即马因为开学啊，长病毒的疫情嘛造成校园有192班停课。疾管署是又讲，上无爱过1个月才当脱离流行期。病医急诊室客满病人，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参加中秋节航拍活动，才排腹肚、吐过了。医师表示，最近因为急性胃肠炎来看病患者比平常增加大约2成。肠胃炎的患者来到急诊室，我们依照病人脱水状况、跟人虚弱的程度，跟其他的伴随症状、跟其他的共病，去决定是不是要帮他抽血检查。考以为说OK 的，结果某一部分他不熟。那就是因为吃到那一部分，回去就肠胃就不行。疾管署监测发现，顶礼拜全台有13.7万外人次因为老挂门急诊就医比前1礼拜提升3.3%。最近4礼拜，老的群组通报有106件，是5年降低新高。发生场所以餐饮、旅宿业上侪，其中检出落病毒大约占半数。疾管署警告，中秋节过了后2礼拜是老的疫情的高峰，有50岁车会达到高点。1礼拜去看病的，就上看15万人次。预估可能高峰会落在10月初，然后上看每周15万人次，所以目前到这个10月初这段期间，还是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跟饭前跟如厕后洗手的一个习惯。除了老，长病毒疫情也继续升悬。顶礼拜全台因为长病毒就医就达到14万外人次。开学了后，校园单1礼拜停课都有192班。疾管署预估，要到10月中下旬，才会脱离长病毒流行期，而且南北状况真无同。南部疫情高峰会继续较久，建议家长甲学童爱保持定洗手的卫生习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